后来乡亲啊，咱回头继续来看台南白河的河东里，伫个28号的暗时就做大水，这个水是淹到半个车轮悬。住户虽然有安防水的水门，也是无效，这个水也是淹入去厝内底。住户真无奈，讲就是附近当咧起长照中心，才会地区这个排水系统受到迫害。啊，营造商是特别出面来保护，讲这个淹水哦，甲工程无关系。未使用水桶咧倒甲真大港，互街路拢积水。路口上大雨，互街路亲像水池遐，水毋能淹半个脸仔悬，嘛流入徛家厝内。就算做好菜查水门，嘛是无啥有效果。客厅内底拢是积水，有诶卖府贴顶悬的家区拢浸伫咧水里。几百年嘛，捌啉水，做这个啊。起这栋了就开始咧。这个因有两遍啊。台南白河河东里昨日暗时也受到西南气流影响，落大雨，互真侪住户因家拢积水。应该问题指向今年过6年后，当伫咧起这栋的长照中心。长照的安养院啊，他们把我们原来的水路把我们截掉，变成所有的水都汇集在同一个水沟里，所以排不出去了。控诉长照中心将原本的水沟挖坎咧，排水系统才受到影响。不过营造商不会讲，这个工程无关系。我们现有的水路，我们是没有把它堵掉的，所以只能说去改善现有的水路。但这个是属于区公所的管辖范围，我们没有办法去动这个。同款淹水灾淹甲真正来个，有因为电影正红的台南后壁区青寮老街，昨日落8点钟，落338毫米落雨量，互道路做大水，水阁淹到人徛家厝。今日透早趁无雨，民众赶紧整理厝内。食啦啦。啊，内底敢有物件损失着？加减还是？拢爱款啊，我拢提早开搬顶悬啊。伫咧当地卖面少皮含米店业者这边真巧，伫咧大雨落落来时，紧设防水闸门，嘛将趁钱的家私放伫咧真悬的所在。即马转好天，希望无情大雨袂过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